亲爱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欢喜，今早起咱可以当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伫个科技发达的现在，改变了咱真侪生活的形态。以前教会奉献，拢需要家己甲钱摕来教会奉献，但是即摆一张信用卡、一个转账，就会当将钱交到教会来，互上帝的厝有够用。嘛，透过安尼会当帮助一寡弱势的兄弟姊妹。20几年前，咱嘛要写一张批，或者是打电话去外国，拢非常的贵，甚至批爱真久的时间才会到遐。但是即摆呢，咱透过一个 email、一个 line， 就会当送到世界各国达国去。我嘛常常收到别人寄互我的 line。的文章，有的文章写夫妻互相照顾、不离不弃，遐感动人的故事；有的写励志事业成功的故事，嘛有的人是点点咧帮助一寡送向的人。这文章，互我看了拢非常的感动。我相信你若看到这文章，你嘛会相款有感动。总是，然后呢？然后你要安怎做？我想大部分的人，夫妻冤家，有缘是冤家。想要用快速会当成功，无想要脚踏实地的人，有缘嘛要个真多。甚至，当生啊连一个人都无想要互别人帮助别人的。嘛，有缘是安尼。看了遮尔啊侪感动人的文章了后，有缘我犹阁是我，只留下感动伫内底，但是却无力量去行动出来。今仔日是社会甲教会的主日礼拜，只是咱同心来祈祷。掌管伫人世间的上帝，原知伫这个世界，阮有苦难，独独伫你的内面，才有平安。特别是经过这2年久的新冠肺炎的传播，造成阮真侪已经毋捌拄过的情形。阮袂当自由去风景区，袂当去餐厅食饭，袂当去病院探访。嘛袂当伫亲戚朋友中间会厝行踏，真侪限制拢是过去阮所毋捌拄过，互阮感觉搁较艰苦心的是真侪店来关店，有的头家才开始做作好势，要开始一个事业，就安尼无偌久结束了伊的营业，嘛有真侪人失去伊的工课。茫然破产，一摆会变动不安，拢是超过阮所有会当想象的。主啊，阮搁再一摆来思考，到底阮所挖靠的是啥物？伫对阮会当找到阮的平安。恳求天父帮助阮伫即个苦难的日子，教导阮安怎度过即个苦难的秘诀。使互阮有力量来度过这个日子，嘛将你的旨意显明，互阮明白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教会甲社会的主日礼拜。教会若是离开社会，就无法度完成上帝的大使命。互万人得救。教会若真做上帝的使者，安尼社会就会当得到祝福。咱对马雅各医师、马介博士来到台湾，因是透过医疗服务来接触人，跟人有关系了后，才把福音给传入去。台湾早期嘛有真侪教会，因是经营幼稚园，
互教会外的人会当来上课，安尼来建立关系。透过种种的社会工课，靠今仔日，咱诚做是基督徒。既然咱拢信了耶稣，就承认伊就是咱生命中的主，也就是讲，咱要将家己的生命全部来归乎主耶稣来掌管。对他以后，无搁再是咱的我，是主耶稣伊伫咱的内面的我。当主耶稣伫咱的心内面的时，伊会渐渐啊修补咱欠缺的所在，甚至医好咱内底的伤痕。所以，咱也会容易听到有的人伊的见证，就是伊信耶稣以前，伊无法度原谅的人，自从伊信了耶稣，伊听到耶稣迄个牺牲的疼，伫个十字架顶的疼，伊受了感动，伊愿意学习耶稣，赦免迄深深伤害伊的人，伊就甲上帝祈祷，讲伊希望伊嘛当亲像耶稣安尼赦免伤害伊的人。无拍算，上帝听了祈祷，当因搁再拄着伊无欢喜的人的时，伊会当毋免搁再去闪避伊，伊的心变做足自由的。这实在是上帝予伊一个真奇妙的恩典。某个人，伊还未信主以前，伊感觉讲白贼是足普遍的代志啊。但是信了耶稣了后呢，伊发现耶稣所讲的话，拢是实实在在的，所以就感觉过去的伊是无应该的。所以，伊渐渐要来学习耶稣，做一个有信心的人。上帝改变人的大规律，常常是超越咱会当想象的。所以，保罗伫今仔日的经文要挑战咱，到底恁伫基督的内面、生命内面，敢有坚强起来？伊的疼，敢有鼓励着你？刺激着你，感动着你。恁是毋是有堪信心、团结、沟通？兄弟姊妹中间是毋是有互相相疼、同情？特别伫即摆疫情的中间，基督徒，你是安怎生活呢？面对苦难，你有因为耶稣变甲真勇敢无？耶稣面对陷害伊的文士法利赛人，面对伊的门徒对伊的好人背叛，伊无因为安尼感觉非常大压力来拒绝上帝伫伊心中的计划。耶稣伊嘛当想象伊未来的日子是会愈来愈歹过，但是伊坚持行伫十字架道路顶面，伊无贪爱一时的，互家己较轻松，日子较好过，来违背上帝的旨意。咱若是接受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，伊的价值观就是咱的价值观，伊的是非就是咱的是非。相款，耶稣基督的勇敢，嘛要成做咱的勇敢。咱会当对前副总统陈建仁夫妇的心上，咱会当看到耶稣的烙影伫因夫妻的心上。伫咱的国内想要开始研发新冠肺炎疫苗的时阵，因两个夫妻就真勇敢出来，讲因愿意成做一个实验的白老鼠。无论是因做的是实验组，或者是安慰剂，因拢是需要伫个即个答案公布以前，摸着去互新冠肺炎染病的风险，或者是住落去了后对身体无爽快迄个感觉。
一直爱到这个研究的时间到的时，答案出来解盲为止。因夫妻的言行一直是互人非常敬重的，特别是伊用优雅的身段放了副总统这个地位，无搁再追求第二任，因为着追求的就是政治上的和平，做了咱基督徒上介好的模范。嘛，亲像咱今仔日经文腓立比书2章3节加4节所写的经文，安尼讲，毋通自私自利，毋通贪爱虚名，爱互相谦卑，相让，看别人骗家己高明，毋好干那顾家己，嘛爱关心别人的利益。咱将副总统的生命，就是将圣经该实实在在的挖出来。反倒来咱看今仔日的世界，人的心是非常的复杂，佮贪乱，生存伫这个竞争世界拢咧讲白菜的时阵，互咱常常会看到歹人是安怎会遐兴旺，罪人是安怎会遐尔发达，就会互咱生气。咱袂明白为虾米哪会安尼？加在主耶稣常常鼓励咱爱自省看伊。耶稣是咱上介好的安慰，较模范。伊拢是用良善来看赢迄个歹。耶稣看重永远的奖赏，赢过短暂的快乐，成就了上帝国的价值观。咱阁有前副总统遮尔好的见证人围绕着咱，互咱知影圣经的真理是会当照着安尼行的。咱既然是基督徒，咱就爱跟对耶稣和正圣道伊的脚步。这嘛是保罗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要搁再一摆问基督徒啊，你是毋是有因为耶稣变做勇敢？你是毋是有用你迄个矮缺、破碎、佮无当的生命，和耶稣交换伊勇敢的生命？保罗佮接续问讲：恁敢有和圣心相通？是毋是有学习耶稣迄款的常常祈祷？伫个艰难中，真正的人是需要不断的和圣心有对话。一个人无可能因为伊洗礼，伊的生命就按0分到100分。咱是爱需要透过圣神上帝来帮助咱。圣神上帝伊是一个安慰者，是一个带导者，伊会教训咱，互咱悔改，佫会当帮助咱。圣神若无来甲咱照光咱的心的目睭常常是雾无明。事实上，咱大部分的人拢是愚妄佮固执。愚妄固执的人就无感觉家己有啥物缺点，嘛无简单去听别人的建议和批评。安尼人是真容易互魔鬼来甲咱影响，所以咱需要相信，和咱常常结连做伙，会当讲咱着爱每日来孝念咱的上帝，互咱的心常常是放伫上帝的手里，互圣神来充满咱，毋是互魔鬼来掌管咱。一个人是无可能，又搁讲伊是属伫上帝，又搁讲伊是属伫魔鬼。咱一日的中间，但毋是伫咧上帝的内面，咱就是伫咧世界的内面。所以，当咱若陷落伫咧黑暗、无快乐、伤心的时阵，咱就爱呼求上帝。咱的上帝，伊是24点钟无休困，嘛袂拄久，伊咧听候伊的囝儿来呼求伊，
伊要随时成做因的帮衬，所以会当成做伊的家儿，实在是咱一生上界大的祝福，嘛是咱永远的瓦壳。相信上帝，若是有一个意念、一句话、一个图像，或者是互咱做一个异梦，会当成做咱的提醒和安慰。常常会当互一个已经绝望的人，因为安尼，搁再一摆活过来。代代教授张文亮先生有一个非常感动人的见证。伊捌有双生仔的后生，但是这对双生仔后生伫一出世的时就来过身。伊为着这个代志，伤心甲得到忧郁症，甚至严重甲伊无想要搁再活落去。伊的夫人甲伊相款，嘛是伫个极端的悲伤中间。但是伊知影张教授有安尼想法的时，伊知影上帝袂意爱安尼，伊鼓励伊的丈夫，是毋是将伊家己所知影的一寡牛人或者是科学家的代志，该写做册。张教授当听太太的建议，就安尼开始了伊写作的这个工课。伊写了非常侪的册。其中，我嘛捌读过几本，我有小可写2-3本，像法拉第的故事，兄弟三听汉江河、南丁格尔这的著作，伊写的，伊就常常流目屎，流到规个册桌顶头拢是伊的目屎。有一摆，伊做一个眠梦。伊梦起家己死去啊，然后伫个边嘛倒甲真侪死去的人，然后有只船安远远一直驶按伊遮来，开始唱名的时阵，敢若叫张文亮一个人的名，就安尼船就驶走啊。伊感觉讲，还阁遐尔啊侪人，还袂起来船呢。但是这个船就安尼一直去到天堂，特别接近天堂的时，伊就看到耶稣。就人问伊讲：“你哪知影迄是耶稣？”伊讲：“你若去哩，你就知影倒一个是耶稣。”所以属灵的代志，有当时是无法度形容的。然后伊就问耶稣一句话，伊讲：“耶稣，我2个囡仔即摆伫倒了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如果你的囡仔就是我的囡仔，伊敢无伫我遮吗？”哇！伊就非常的得到安慰，因为伊知影伫上帝的手里，比任何所在更较好。伊醒起来，紧甲即句话甲伊的太太讲，伊的太太大声一直哭，将以前压抑下来的，拢一直哭出来。因2个翁仔某实在是拢非常好的基督徒，我嘛相信这是圣神的工课，透过异梦来对因讲安慰的话。虽然张教授失去了双生仔的后生，但是伊希望伊可以当帮衬更较侪的囡仔，互因会当认捌上帝，认捌更较好的家己，互因知影家己的生命存在是有真侪意义和价值。张教授会当对绝望到充满了茫茫的人生，咱若专心来相信上帝，上帝伊对咱拢是公平的，伊嘛的确要借着圣神引带咱，互咱重新得到快乐。保罗佮继续问基督徒，是毋是有彼此相听？是毋是用基督耶稣的心成做咱的心？耶稣来是为着要叫咱人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拢会当得到更较丰盛的生命。
耶稣伊来这世间，伊拢是帮助弱势的，有的是后生死的，有的是麻风病的，有的是自我形象低落的，连家己都看袂起家己的人，就亲像当时的税吏、抽象的，或者是散车人。耶稣毋是讲因为伊家己已经足有钱啊，或者是伊的社会地位已经足悬啊，伊才开始来帮助人。耶稣对出生到死亡，伊毋捌为着伊家己的利益来拍算过，伊嘛毋捌好好享受过什么叫做高级享受、顶级宴乐。人看伊了准伊失败者，事实上证明伊才是真正的有智慧者、真价者、勇者。听是需要有行动力的。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毋是讲要显明讲伊就是上帝的囝，伊有偌高，伊有偌有成就，毋是安尼。重要的是因为耶稣要将上帝的疼带到迄个人的身上，甲伊的环境，互伊知影伊是何等宝贝。伫上帝的内面，上帝是遮尔啊疼伊，不但要互伊的身体勇行起来，嘛要互伊的财米教育，更较重要的是要互伊有一个永远的生命。张教授按美国转来台湾大学教册的迄个时阵，上世贸一个台大商学院的教授叫王志明教授，因两个拢伫咧美国信耶稣得救的。当伊发现福音遐尔啊重要的时，因两个就有相款的心志，要甲福音传落台大的学生。就安尼，因两个计划要去，因感觉讲要传福音上好，是爱为伊的学生备办宿舍，互因来住。安尼因较毋免奔波，因就买两栋厝，一栋是互男生，一栋互女生。无拍算这个汪教授无偌久就来罹癌过世，这个计划就张教授家己一个来执行。经过应该嘛有20几冬，这两栋厝到前几年、前1、2年，张教授伊要按台大退休落来，才甲伊卖掉。算算哇，伊应该是卖了袂少钱。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信仰，教会袂用的离开社会来存在，因为耶稣是为咱生，佮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。咱若离开这个社会，咱就无法度完成上帝伊的心意。各种的管道拢是一种的方法尔，是要互人得到永远的生命。迄才是咱上界路尾的目标，因为这个世界拢是暂时的，有一天咱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啥物都无法度带走。所以传道书讲，空虚的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。咱的生命和时间拢非常的有限，所以咱来好好啊思考。要安怎将这个资源用伫上帝所欢喜的所在？就亲像腓立比书2章4节所讲，毋通干那顾你家己，爱关心别人的利益。恁爱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，所以基督徒照顾好家己的代志，负家己的责任。迄拢是基本的要求而已。咱阁爱进一步，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来负起社会弱势族群需要的责任。有偌济困难，咱就做偌济代志。咱对陈前副总统和张教授因所做所行，会当看起因是专人看无家己，体贴上帝，
因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，才开始来想要做啥物。因受到上帝的感动，就将家己献出去。这种的疼，就亲像耶稣基督顺全牺牲的疼。互我看去，纯正动机的付出，祝福了别人，家己嘛相款得到加倍祝福。咱的上帝，伊是袂亏待任何人的。我对咱家己的教会发展社会工课来看，到今仔日，因为真侪人受到咱教会的帮赞和疼，所以因佮愿意将因的土地和金钱，佮再奉献给教会，因为伊相信教会的种植当中会当为因做更较水的工。杨教授当初为着学生要宿舍，到最近较卖掉，伊嘛毋是为着要趁遐个钱，检察院也无想到会起甲遮尔悬的厝价。伊敢若真单纯，想要爱伊的学生的性命会当活了更较丰盛。所以每一个为着上帝国咧着活的人，我相信上帝嘛顾念因，嘛赏赐因侪侪福气，超越因所付出的一切。愿咱对今仔日开始了后，看到良善的代志，或者是文章，毋是干那听伫咧感动来念念，愿咱会当将伊行出来。检察毋知要安怎用什么方法，总是咱祈祷上帝，阮求主帮助咱会当踏出来第一步。我相信咱就会愈来愈知影要安怎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顶面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为阮配命的主耶稣，愿感谢你永远的疼。你多正热心，互阮学习。我嘛知影，阮的疼心常常欠缺，就亲像迦那婚宴中酒用完的时阵，有时阵阮的信心无够坚强，有时阵阮对金钱或者是身体健康以及未来的日子，阮拢有犹豫和惊吓。求主你搁再一摆，将你的勇敢、你的坚强，以及你对天父迄个大信心赏赐互阮，互阮伫百般中的困难中，有缘有你的亮光来引带阮、帮助阮。互阮毋是干那关心阮个人的代志，阮嘛爱关心你所关心的代志。互阮诚找你好佮忠心的罗卜，伊都拢是奉靠主要所的性命。阿们。